来看桃园县伫2014年升格做地下市，嘛开始推动电缆线地下化。到去年为止地下化的比例嘛已经超过50%。也毋过有议员是认为，甲新北市嘛是未比值。也毋过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因为部分的民众对于变电箱的位置有意见，佮加上地下管线真复杂，推动拢会去拄着困难，会继续甲电方来沟通。电缆线挂伫顶悬，亲像地图网共款，严重影响市容。桃园升级了后，成立专案小组推动电缆地下化甲天空缆线清净计划，甲去年地下化比例52.6%，比台北市的85.8%，甲新北市的66.5%落伫后面正济，互议员批评。桃园市电线电缆地下化的部分落后双北，就算是落后我们2年才推动的新北市。也已经到了66.5%，沟通要更加的确实了。很多地方不晓得自己能够做电缆电杆的地下化，那有些地方则是因为地下化的配套嘛，就是电箱的设计会出现一些沟通的障碍。议员表示，电箱常常造成电缆地下化推动的障碍，建议出门口有电箱的人应减少房屋税或者是地价税增加诱因。另外，桃园电厂济电协金、回馈金支付应统筹调度部分，建议拨一部分予电缆地下化做专用经费，充实财源。总计从104年起到111年的8年期间，地下化比率由41.1%提升到52.6%。提升的比率为全国第一。永康处表示，因为地下管线真复杂，加上民众闹疑虑，都爱先暂缓执行。目前以中卫区上款甲公共工程周边优先推动。现阶段除了每年编列1亿预算办理电缆地下化，也有天空缆线清净专案。过去5年已经完成280公里缆线清净，计划未来4年也会清理310公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